请你加紧赚钱速度，尽量在永生之年还清。哎，小姑娘，你怎么把我的垃圾翻得到处都是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在找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这么重要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找到了以后马上帮你装回去。啊，行行行，一会儿给我弄好啊。啊，好。没想到还真拿下了 Blu-ray， 顾总，您这魄力我服了，这应该算是国产动漫的里程碑吧？这次多亏英奇支持，不然这合作也没那么好谈。那咱们是不是还得算上周建清一份功劳？把今天下午的内部会议都取消了吧，我得回家一趟。好。无言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是今早上麻烦您把垃圾留下的业主。哦，那个魔方啊，有个小姑娘已经替你找到了。找到了？啊，对，一大早就找到了。她在小区里啊，到处翻垃圾桶，弄得浑身是垃圾。听她说这东西对她很重要，哎呦，玩命似的，非要找她不可。谢谢啊。哎，没事儿。魔方给你找回来了，之前不知道这东西对你很重要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卖身前到账，一会儿给你转过去。你再去买一份豪华三明治，今天师姐请你吃好的。你还是收着吧，这个月的助理费你也不用给我了。你又不想当我助理了？我可没说过这种话。那你干嘛不收着呀？这是你应得的。你就收着吧。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顾南州的话，手里有点积蓄，起码安心点了。你怎么又提这茬？我都说了是误会，其实他对我挺好的。他怎么对你，我都看得一清二楚的，没有必要再为他解释了。你太夸张了，事情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好了，你就收着吧。好，那下个月还你，就当多了个债主。什么债主？没什么没什么，我回头再说吧。这是我这个月还的钱，这次多加了500，请老板查收。比上个月多交500是什么意思？想尽早还清，早点走人是吧？以你现在的还账速度，还清欠我的债款还需要75.8年，请你加紧赚钱速度，尽量在永生之年还清。青青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顾南州在一起真的开心吗？你真的确定顾南州是最适合你的人吗？
别说了。